白鹤镇军事总公司。到西港国小表演，8点半以后到西港国小表演。现在这里是西港国安宫，绕境我到位，3天绕境11天，所以到若能，安南西啊，若能，正门面。国姓也就是郑成功，国姓北岸永吉跟吉安宫，吉祥平安的安，吉安宫，文武正统在那边表演。我们那叫白鹤镇，白鹤镇。8点半以后在西港国小表演。啊，你个听听，下手不过，可能听听我做手，他就不行。在那个庙西边，还有红绿灯那边呢，右转北上，然后就前进又看到红绿灯在左转。好了，要到那个国小那边路了啊。